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長沙灣影築一個331尺一房嘅單位。影築位於青山道233號，由恒基兆業喺2023年入伙，樓底高大概10尺，個廳連埋 open kitchen 大概係7尺乘以10尺半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。窗外景觀，間房大概係13尺乘以7尺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，如果想放4尺床嘅呢，就可以放喺呢一個位置。咁如果想放5尺床嘅呢，就可以放喺呢一個位置。咁跟住呢，呢邊門後邊呢，就大概可以放一個5尺半嘅衣櫃。窗外景觀，洗手間，最後就係廚房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